龙国武士 ，no， 不行的。赶紧送院，赶紧送院！外贼休得猖狂！看我12路弹腿取你首级！看我少林金钟罩破你！还有谁？难道泱泱龙国武道竟无一人可战吗？若不能战，不如都跪下拜师求我吧！我来战你！啊，一个乞丐！没搞错吧？乞丐来打擂？这里是擂台，乞讨去别的地方。我来揍你！你说什么？你来揍我？你是说你要跟我比武打擂吗？是，真是荒唐！滑天下之大稽，难道龙国武道如此无人了吗？竟然沦落到乞丐上台打擂了！废话了，签生死状吧。行，既然你自己找死，怪不得我了。不过是一拳的事情，我就成全你吧。拿生死状上来。无名，我本无名，专治狠人。好狂的口气，是饿不死你，找死来了。他不会就是传说中丐帮的吧？对对对，听说丐帮有个叫洪七公的很厉害。别说那是电视，就算洪七公掀开棺材板出来，我也照样把他打躺回去。叫花子，来吧！乞丐兄弟加油，打倒外贼！乞丐兄弟加油！乞丐兄弟加油！把你的破碗和棍子丢了，开始吧！打你还用不着这么费力，你先出手吧。气死我了！你个死叫花子，我非要打死你！啊！气死我了！你个死叫花子，我非要打死你！这乞丐我会还不上手的，肯定都得被打废。乞丐兄弟加油！我普陀帮全力挺你！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不可能！我龙国地大物博，藏龙卧虎，非你辈能记。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了。我龙国地大物博，藏龙卧虎，非你辈能记。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了。道格大人乃是拳皇威尔的弟弟，他会杀了你的。我等着。兄弟好本事，大尝我龙国武道威风！我愿以副帮主之位，恳请兄弟入帮。副帮主，丐帮天丐、地丐、全丐、黄丐，拜见丐王！什么？丐王？是曾西北赈灾散尽家财的神秘丐王吗？真英雄，真传奇啊！我要找的人有消息了吗？有消息了，您看看是不是他？干什么？当小偷吗？谁家的孩子连包子都偷，信不信送你去坐牢？伯伯，我2天没吃东西了。你父母呢？赶紧来赎人，不然送你去坐牢。我没有父母。你放开他！你干嘛欺负小朋友？什么？我欺负他？他偷我包子。不要吵了，拿10个包子给他，钱我给，算你走运。
小朋友拿着吃吧。谢谢叔叔。宝贝，我们走吧。小哥哥别哭了，吃了回家去吧。喂，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有出息，要娶她。我的女孩，我终于找到你了。盖王，请问还有指令吗？不用了，你们回到城市的角落里去守护和平吧。有需要我再传唤你们。我心狠的爸爸，你到底在哪？小姐，怎么，有消息了吗？是我查出来了，韩总，你的生父叫韩志成，是江州韩氏家族的人。你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叫韩飞，和江州豪门上官桀联姻。没错，就是他们。立刻给我通知复仇会，齐聚江州，我要灭了韩家。可是小姐，要向董事长汇报一下吗？不用了，干爹忙的都是国际大事，这点事不用麻烦他。走吧。盖王大人，等报仇雪恨之后，便可倾尽全力找你求婚了。小姐有令，调复仇会高手江州备战，直取韩家。小姐有令，调复仇会高手江州备战，直取韩家。爸，我怕。别怕啊，医生在帮你找适配的骨髓呢。要不就用瑶瑶的吧？这怎么行？医生说瑶瑶的身体指标不好，抽了骨髓会没命的。如果2个孙女儿只能活1个的话，我选择菲菲。瑶瑶那么笨，容易被人骗，到时候把我们韩家卖了都可能。只要我活着，爸、奶奶，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的。你看，我们菲菲多聪明，多懂事。行，那我就去带瑶瑶来抽她的骨髓吧。妈妈怎么了？赶紧起来逃！你爸要来抽你的骨髓给妹妹了。赶紧追，找，不要让他们跑了！跑啊！再给我跑啊！上，给我抓回去！我心狠的爸爸，我很期待你要如何面对我。喂，什么？真的吗？怎么了？密探消息，盖王也在江州出现。真的吗？是的，盖王大人在江州打残了炫耀挑衅的外武士，轰动江州。太好了，到江州复仇韩家，求婚盖王，一举将人生中的2件大事完成。加速，再开快点！韩府大小姐招聘保镖。下一组。洪方胜，在下一组。不用下一组了，我单挑全部吧。你说什么？我说，你只需要我1个人保护就够了，用不了这么多人。哪来的狂悖之徒，也敢到韩家来放肆？说我狂悖，那可能只是你的认知有限，而事实上，我已经足够的降温和低调。再在这里胡言乱语，信不信今日让你万劫不复？此人确实狂妄，大小姐，让我出手教训他吧。哼，此人确实狂妄，大小姐，让我出手教训他吧。我也愿为代劳，我也愿意。很好，你们全都一起上吧。真是找死！那都一起上吧。敢问管家，需要把他打得怎样？别留手，只管打，打出什么好歹来，有韩家撑着。行，那我火力全开了。去死吧，小子！
你不是火力全开吗？就这样。你到底是人是鬼？我是神，专治不服的神。果然本事不凡。说吧，你要多少工资？我不要工资。不要工资？那你想要什么？我是来娶你的。你说什么？哦，宝贝儿，亲爱的，你来了，这里有个流氓调戏我。什么？敢调戏我上官家的女人，给我废了！妈，调戏我上官家的女人，给我废了！等等，爸，韩叔，怎么了？我在楼上看见了，他的身手罕见，可以留用。可是爸，他竟然不知天高地厚，说要娶我。什么？他敢这么说？我非要弄死他！别冲动，阿杰。韩叔，轻薄菲菲，你干嘛拦我啊？近日我收到消息，复仇会将来江州，针对我们韩家。此时用人之急，他是个人才，我觉得可以收为己用。什么？复仇会要来海城？就是那个黑暗之王所统帅的复仇会？是的。他们为什么针对韩家？不知道。告知我消息的人也只是接到了指令，不知为何。可是，就凭这家伙，也没能耐抵抗复仇会啊！凭他一己之力是不行的，但聚沙成塔，我们可以招收更多有能力的人，步步壮大。行，那韩叔你做主。我可以收你进韩家，但你得忠诚听话，不能有非分之想，做得到吗？我来为报恩，他既有对象，我得先留下来再看情况。可以。行，那你以后就跟着菲菲保护她吧。什么爸？你让他保护我，我不要！什么爸？你让他保护我，我不要。为什么？看到这种搞不懂自己身份、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我就反感。我已经警告过了，他应该不会不规矩了。不行，让他跟在身边，我都觉得不自在。你过来，我跟你说。说什么？我收到秘密消息，复仇会尤其在收集关于你的信息，我担心是针对你。他有那么强吗？我都暗中观察了，不只是他的身手了得，包括他的冷静、他的胆识，都有其过人之处。反正是为你卖命，有什么不可以的？那行吧。行了，你去收拾准备下，明天就来韩府报道，做菲尔的贴身保镖吧。是。韩总，那我先走了。24小时之内，我要上官杰的所有资料信息。进来。教父大人，这是上官杰的所有资料。辛苦了。正义联盟的教父身份，是我最神秘的身份，不要让外界知道。你以后还是喊我秦先生吧。是，秦先生。简单说说上官杰吧。上官家族的二公子，性格嚣张，手段凶狠，尤其花心，喜欢将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玩够了再杀掉。什么？玩够了再杀掉？是的，是个斯文外表下伪装出来的变态。知道了，你先去吧。是。敢动我的女人，看我让你怎么死！韩总，这人说是你的新保镖，你先出去吧。是。
记住你的身份，你只是我的保镖，不要有非分之想。记住你的身份，你只是我的保镖，不要有非分之想。其实，那个上官桀不是什么好人。你说什么？我说那个上官桀不是好，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你忘记我刚才怎么警告你？你只是我的保镖，不要有非分之想。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够了，我的事不用你操心。3天之后就是我和杰少的大婚之日，我不希望这期间有任何意外发生。听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就跟我走吧。去哪儿？杰少让我去参加他的同学聚会，把我介绍给他的同学认识。记住，管好你的嘴巴，端正你的态度，别给我惹事，否则饶不了你。当初是你的包子温暖了我这么多年，我绝不会看你沦为上官桀的魔掌。听说杰少要和韩家千金结婚了，那可是咱们江州第一美女。管他多高的山，也都是弹指间拿下。我见过江州第一美女，真是名不虚传。那我今天可得好好饱饱眼福了。韩小姐，请进。韩小姐，请进。亲爱的，你来了，来，赶紧坐坐。果然漂亮。太漂亮了！喂，你干什么？有什么问题吗？你是不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你什么身份？这桌是你能做的吗？为什么我不能做？哈哈，他问我为什么不能做。菲菲，你真是没有教过他规矩吗？保镖坐角落那边，这里是主人桌。听明白了吗？你的身份跟这桌不配。我劝你的嚣张，收敛点。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竟然叫把杰少，真是不懂规矩。就他以为自己谁呀？介绍要揍他吗？走吧，先打烂他的嘴巴。等等，怎么，你要帮他吗？不是，我怎么会帮他呢？亲爱的，但今天是你的生日，而且他是我爸安排在身边的。过2天我们就要结婚了。好吧，亲爱的，就给你个面子。你们下去吧。是。你还不过去？是。如果是韩家的一条狗，也敢惹上官家族的杰少，想死了吧？说话嘴巴放干净点，否则你会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小子，你说什么？小子，你说什么？我让你别惹我。杰少，这小子太不识抬举了，请求你允许我揍他吧。杰少点头，我看你还怎么狂。又怎么了？杰少，我刚才好言劝他不要对你不敬，他竟说我找死，真是太狂了。昨天要不是杰少拦着，我都揍他了。岂有此理！敢如此和我叫板，不收拾他简直天理难容。那就给我揍吧！不要！怎么，你还想护着他吗？亲爱的，不是。不是？那你是什么意思？什么？你说他很能打，比我的保镖还能打？韩美女，你未免太井底之蛙了。你们韩家的保镖怎么可能跟上官家比？就是，再怎么上官也是江州第一家族。正好，比武切磋一下，也不伤和气。怎么样？怎么样？敢跟我的人打吗？我怕把他打死。什么？你说你怕把我的人打死？你们听见了吗？他说怕把我的人打死，真是笑死我了。他怕是不知道上官家的保镖都身经百战，是从雇佣兵和职业杀手里面挑选。真是没见过世面，要拿命买经验。行了，既然你如此狂妄，那就让你见见世面吧。回首，在介绍，就由你出战他吧。得嘞，小子，来吧，让爷爷送你去急诊。小子，来吧，让爷爷送你去急诊。出手吧！我出手你没机会，你先出吧。你妈是真狂，那就去死吧！
师兄，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别看我了，赶紧送 ICU 去吧，晚了别忘拘人了。真是废物！还有谁？谁能给我揍他？我来试试吧。好，谁给我打趴他，我奖他10万。火了，我想跟你讲个故事。你讲，以前有个人觉得自己很能打，挑衅我，我说我是职业杀手，他不信。3秒钟之后，他就进入了梦乡。你的心理战术对我没用，出手吧。你要找死，怪不得我了。明暗算，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是职业杀手，跟我动手没有胜负，只有生死。这样的吗？当然。很好，那再来吧。你都受伤了，再来，我还怕你一场？你现在公平。职业杀手是吧？我让你去做职业囚犯。治安所吗？这里有个杀人犯，过来带走。希望你走上刑场的时候，也能骄傲地说，你是一名职业杀手。我可是介绍的人，背靠上官家，你敢报警抓我？小子，我劝你赶紧打电话回治安所，说自己刚才只是开玩笑，否则你承担不起后果。怎么，你想维护一个杀人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杀过人，我知道他是我的保镖。你的保镖不行，保不了你的命，还得你来保他。亲爱的，这是你的人，你自己劝告他，不要不识好歹，否则你知道你的手段。赶紧的，秦龙，撤销报警！赶紧的，秦龙，撤销报警！韩总，这个上官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要帮他。放肆！我需要你来教我做事吗？搞懂你自己的身份。就是，保镖居然教训起自己的主子了，职业道德都没有，开除了吧。赶紧的，不然治安队要到了。听见没有，秦龙？赶紧撤销报案。不可能，我一生嫉恶如仇，遇到坏人，而且是这种身上沾有人命的，我必须让他伏法。而且，韩总，我得再奉劝你一句，上官桀收留这种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人在身边，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趁早跟他一刀两断，取消和他的婚礼，能保平安，否则后果难料。够了，我的事不要你操心。你腿子狠，看我到时怎么弄死你！弄死我，你还不够格。倒是我会算命，掐指一算，你很快就有大难。行，那你就给我等着，看谁有大难！别说了，这种以下犯上、目无王法的土著人，我们联手起来封杀他吧。对，上官家加上我们4大家族联手起来，轻轻松松断他生路。真是一群小丑，还不知自己死到临头。疯了，反了，谁都敢怼！兄弟们说，要怎么弄死他吧？哪里有杀人犯？哪里有杀人犯？这里，你说他是杀人犯，有什么证据吗？他什么证据都没有，纯属诬陷。诬陷？平白无故诬陷人是杀人犯？长官，你不信的话可以问其他人吧。我们这里吃饭好好的，他平白无故就闹事，还报个警，就说别人是杀人犯。对，子虚乌有的事儿，他就是诬陷，简直就是一条疯狗。长官，你别听他的，要真是杀人犯，他都吓傻了，怎么还敢报案？你为什么要报假案？杀人这种事儿，我可能报假案吗？他就是货真价实的杀人犯，是吗？你说他是杀人犯，证据呢？要证据是吧？看见了吗？虎口这里都是老茧，这是经常摸枪或者拿刀所导致。只有2种人具备这种特征：一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作战人员；2，职业杀手。你说的没错，我曾经就是在战场经常摸枪，所以虎口有老茧。你凭这个就想污蔑我是杀人犯？不只凭这个。那你还有什么证据？吗？还有的证据是，堂堂正正的军人一身正气，而他刚才为了讨好主子与我切磋，用手刀暗算我，其行为卑劣、心肠歹毒，
一眼可见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好坏且不论，你说他是杀人犯，倒是拿出证据来啊！就是，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杀人犯？你不是要证据吗？我马上就给你拿出证据来。你拍个笑能有什么证据？我自有我的办法。他就是个胡言乱语的疯子。韩大小姐，你怎么把这种人品低劣的人带在身边？给我把脸都丢尽了！现在我宣布，你被解雇了，赶紧自己滚吧。不好意思，今天不让这杀人犯伏法，我还滚不了。我刚才发了一张照片给你，1分钟之内我要他的所有身份资料。等着吧，很快我就能给证据。煞有介事，你以为你谁啊？特工007，一个电话就能要到所有资料？可以不信，但我会让你觉得自己也像。这位同志，我们出警可不是闹着玩的，希望你能提供证据，否则我们可得按照寻衅滋事罪抓捕你了。别急，真相来了。别急，真相来了。喂，好，姓名胡一刀，年龄32岁，沿海上城人，曾在少林习武。20岁还俗后，在娱乐城与兄弟争女人，将兄弟打死，逃往海外，加入杀手组织，代号刀子，心狠手辣，亡命天涯。10年后悄悄回国，投靠了上官家。你要的证据，自己看吧。真的是杀人犯胡一刀！真的杀人犯？不会吧？真的杀人犯？这世界真的有职业杀手？抓起来！秦少，赶紧救我啊！用你铲铲！你个杀人犯，居然潜伏在我身边！赶紧把他带走！兄弟，感谢啊！没事，维护正道，人人有责。怎么样？还要证据？譬如关于你。我受不了你个泥腿子了，韩菲尔，还不赶紧开除他？是想逼我跟你分手吗？韩菲尔，还不赶紧开除他？是想逼我跟你分手吗？你被解雇了，自己滚吧。什么？你说要我滚？我已经警告过你，搞懂自己的身份是你自己不听劝告，要触怒杰少。触怒他怎么了？他把杀人犯藏在身边，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今日我不戳穿他的真面目，来日你就是受害者，明白吗？行了，我知道你喜欢我，但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诋毁我喜欢的人。你跟他比起来天壤之别，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什么？我跟他比起来天壤之别，你不可能喜欢我？你以为呢？你是真蠢到不知自己是谁。我知道自己是谁，别废话了，自己滚吧。行，你别后悔。踢掉你一个泥腿子保镖，有什么好难过的？还真是自以为是。敢得罪我上官家，不会让他好过的。周吴、赵王4大家族的兄弟可以发出命令，全城封杀他了。是啊，得罪我，看我在江州把你活活饿死。若非报当年恩情，我又岂会搭理你这种小角色？但确实因为当年一饭之恩，才让我后来无穷努力，才让我成为正义联盟之教父。这恩情，我必还。不许动！许动！你们干什么？我们小姐有请。小姐？谁呀？少废话，否则子弹耳不长眼睛。难道是他？复仇会的人？也罢，去看看他想干什么吧。走吧。带上这个。走。小姐，人已带到。下去吧。行了，你可以取下眼罩了。这女人好漂亮。就算蒙着脸都能感觉到她身上散发着无穷的气质。
知道我找你来做什么吗？好像。好像小姐，你杀了我，你主子就问不到我的话了。子怡，你退下。是，小姐。接下来我们的对话，希望你认真点，否则你可能会提前结束你的人生。有事就说吧。明人不说暗话，我想让你做我的人。做你的人，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做我在韩家的卧底。做你在韩家的卧底？怎么，你跟韩家有仇？是的。什么仇？这就不是你能问的。你只需要告诉我愿不愿意就行。如果愿意，咱们再谈条件。你先说说条件，看能不能打动我吧。卧底3天，酬劳100万。什么？只卧底3天？是的，3天之后这一切都会结束，就用不着卧底。你是想趁韩菲菲和上官桀大婚之日发难？你挺聪明，我想我们可以合作愉快。复仇会是当今世上除了正义联盟之外最大的势力，他们的阵仗这么大，要对付韩家还挺棘手。我不妨将计就计，答应他，看他到底想干什么。行，那就合作愉快吧。还算识相。子怡，把钱和我的电话号码给他。是。从今天起，向我报告韩家的一切动静。韩非大婚之日，你为内应，听我号令动手。收下钱。从今天起，向我报告韩家的一切动静。韩非大婚之日，你为内应，听我号令动手。行。这是小姐的联系方式。那我走了。记住了，别耍花招，否则韩非的婚礼就是你的葬礼。放心吧，问。好的，好的。你得罪了上官家，你对你全城封杀，你还回来干什么？你让我进去坐坐，也许有惊喜。说吧，什么事儿？恐怕我得继续回到小姐身边，做她的贴身保镖。别痴心妄想了，你得罪了上官家，4大家族已联合发话，断你生路，谁敢收留你，就是与4大家族和上官为敌。那你看看这个吧。钱？你是不是脑子不清晰？想用这点钱就能收买我？不是我用这点钱收买你，而是别人用这点钱收买我。有人打算对韩家动手，以为我还在韩家做保镖，就给了这些我，让我当卧底。是吗？谁呀？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复仇会的。什么？复仇会？什么？复仇会？是的，他们打算在3天后你女儿的婚礼上动手，覆灭韩家。我也得到了消息，知道为什么吗？问了没说，我只知道他们的首领是个蒙着面纱的女人，她与韩家之间应该有不共戴天之仇。此次出手，她与韩家只能活一个。我可以留你在韩家，但有2个条件。你说，其一，随时向我告知对方的消息，做我的反卧底；其二，不要打我女儿的主意，她是注定要飞上9天的凤凰，你和她真的不配。有天你会知道，谁才是站在那9天之上的人。我只不过是为了还韩家一个人情。什么？又让他跟在我身边？你来，我跟你说。真的吗？我说的。但桀少已经联合了4大家族封杀他，怎么办？复仇会是我们和上官家共同的敌人，在生死之战前，介绍肯定能理解。一会儿我跟他说吧。行。找我有事吗？你到底是什么身份？我没什么身份，我就是你的保镖啊。少在这里跟我装算了，我不是傻子。你处心积虑的想跟在我身边，敢说你没有动机？
我的动机我已经说了，我是来报恩娶你的。报恩娶我，什么意思？还记得16年前，在一个小镇的包子铺前，一个小男孩因为饿了偷包子吃，被老板抓住，然后你上前解围的事吗？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写小说的吗？时间太久，也许你已不记得，但那片刻一直温暖和激励着我。我也找了你很久，终于找到你了。幸好当时你身上掉下了这张照片，不然我还找不到你。这不是我掉下悬崖的双胞胎姐姐吗？原来她是来找他报恩的。此人有点本事，倒是可以利用下。哦，想起来了，原来是你。是吗？你真的想起来了？我当初也是举手之劳，没想你一直记得。但是我可以接受你的报恩，跟在我身边保护我。但是你还是别想娶我。你听我一句话，上官桀真不是什么好人，我手里很多他乱来的。行了，如果你想跟在我身边，就搞懂自己的身份，帮我在大……行了，如果你想跟在我身边，就搞懂自己的身份，帮我在大婚之日灭掉复仇会，其他的不要想。行，那就在你大婚之日帮你灭了复仇会，还你当年的一饭之恩，再无关系。希望你说到做到。本来你可以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是你自己接不住这泼天的富贵，怪不得我了。张家主送麒麟玉一对，祝上官公子和韩小姐新婚大喜，百年好合。王家主送清明上河图一幅，祝上官公子和韩小姐新婚大喜，早生贵子。喂，韩菲菲的婚礼开始了吗？准备之中，即将开始。现场情况怎样？20名酒店保安，外加韩家和上官家的保镖护卫大约100人，江州名流齐聚，都带了高手，你自己衡量吧。不要怕，都是蝼蚁而已。你只管跟在韩非身边，到时候听我命令行事。明白。不要怕，都是蝼蚁而已。你只管跟在韩非身边，到时候听我命令行事。行，我等你来。立刻调复仇会4大天王、8大金刚、13太保和3000金牌杀手，在世纪尊豪酒店就近部署埋伏。听我号令，我尊敬的父亲，亲爱的妹妹，精彩的游戏即将开始。子怡，立刻出发世纪尊豪酒店。是。感谢今天的各位来宾，我想大家也久等了，有请我们今天的新郎新娘上台跟大家见面，好不好？资料送过来了，马上到。上官桀就是个人渣，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他回来。新郎，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你都愿意跟新娘白头偕老，一生一世吗？我愿意。新娘子，你呢？我也愿意。秦先生，你要的资料。行，既然两厢情愿，那就正式拜天地吧。来，一拜天地。等等，乾隆，你想干什么？你不能嫁给上官桀。什么情况？秦龙，我警告过你，跟在我身边做一条狗可以，不要有非分之想，不要触碰我底线。你想死了是不是？若不是多年前的一饭之恩，我才懒得管你死。但是你可以愚蠢，我却不能让你滑向深渊。上官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他压根不配娶韩非，所以我宣布今天这场婚礼取消。天哪，什么情况发生啊？小子，看在我岳父大人替你求情的份上，我已经答应放你一马，你为何还不知死？到我的婚礼现场胡说八道，你是真没有见识到我上官家的地狱手段吗？上官桀，你作恶多端，今日是你伏法之时，不如让大家都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吧。这里面装着上官桀无数不堪入目的故事，有人想看吗？这里面
装着上官桀无数不堪入目的故事，有人想看吗？想看，小子这么火，想看是吧？那我就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界。龙雀，拿台电脑来。是。现在送台电脑来。秦龙，你闹够了没有？没事，看到结果之后你会感谢我。别自以为是了，你的存在只会令我恶心。爸，还不赶紧把他赶下去！秦龙，你到底想干什么？今天这里将关系到韩家的生死存亡，你信我，不会错。我怕你闯出祸来，承受不起后果。放心吧，目前还没什么是我承受不起。金先生，您要的电脑，把 U 盘插进去，把里面的内容播放在大屏幕上。是。下面镜头不雅，大家知道就行了。切下一个。下面的都知道了，先停吧。是。后面还有很多，你想全部放出来看吗？哪来的这些？我的能量你无法想象。我还可以告诉你更清楚一点，从你成年至今6年时间，你一共睡过2000多个女人，平均2天一个。不得不承认，你的肾还是挺好，只是人品太渣。够了，秦龙。让你不要在这里找事，你还没完没了，你是有病吗？韩菲菲，你什么意思？我帮你揭穿的丑恶面目，你还说我没完没了？我稀罕你揭穿吗？你知不知道，人家有钱有资本渣，也好过你一无所有，女人看不上你。没想到你的三观已扭曲至此。什么我的三观扭曲？你是真不知道什么是现实吗？没听过宁愿在宝马车上呼吸，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故事吗？看来我是真看错了。我不需要你看对，你自己滚吧！一无所有，还痴心妄想。你说我一无所有，还痴心妄想？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随随便便一个，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随随便便一个身份都能让你卑微仰望吗？什么？你随随便便一个身份都能让我卑微仰望？你是疯了吗？我堂堂韩氏集团的副总，你不过我的保镖，你让我仰望你？真是恶心！得不到女人就拼了命的吹你，还搞得自己有很多身份的样子。你该不会说，你除了是韩家的保镖之外，还是江州著名清洁工、街头资深乞丐吧？你说对了一半，我其中还真有一个身份是街头资深乞丐，因为我有个称号叫丐王。啊，他是丐王，那不是继洪七公之后最强的丐帮之主吗？够了，别在这里吹了，老子恶心死了。保镖呢？来，把这条疯狗给我赶出去！谁敢动了试试？怎么，你一个女人也想替他挡住我上官的怒火？还真有蠢女人愿意为这种人而媚，看着还有几分姿色，我觉得可以抓起来关在铁笼里当个宠物养。给我弄死他！要当敢打我！给我弄死他！要当众扒光他的衣服，让他出丑，让他去死！秦先生，让我开杀戒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出手不轻。开吧。是。给我动手！杀！等等，等等！爸，你别再阻拦了，要不是你的阻拦，今天也不会出这些乱子。是的，如果不是给您面子，我早让整个江州封杀他了。眼线报告，复仇回来了。他是对方的卧底，我们还可以利用他反杀对方。所以，那我就暂留他一条狗，都推下去。爸，算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做，就留他一命。我可是拿性命保下的你，等下不要让我失望。我说了，我欠韩家一个恩情，无论如何我都会还。你直说要怎么做？按照对方的吩咐，挟持我向复仇会投诚，在出其不意挟持我向复仇会投诚，在出其不意控制对方的首脑，你的任务就完成了。行了，没事了，婚礼照常举行吧。一场误会，婚礼照常举行，照常举行。小子，记住了，没有下一次。我们走，婚礼进行吧。秦先生，要我下令把上官家灭了吗？不用，今天这里就是战场，该死的人会死在这里，不用着急。是。好了，
刚才只是插曲，现在我们婚礼继续，新人拜堂，来，一拜天地。不要拜了。这谁呀？又要干什么？这好像是复仇会。什么复仇会？就是那个黑暗之王所统领的，仅次于正义联盟的复仇会。终于来了，那是他们来送死。游戏开始了，没有我命令，不要轻举妄动。是。站住！干什么？让他们过来。复仇会的朋友来我上官家的婚礼，有何指教？我来找他们，其次才是你。没你的事，就站一边去。岂有此理！就算是复仇会是强龙，我上官家在江州也是地头蛇，岂能让你如此狂悖无礼？何况未必是真的复仇会呢。现在的人自己没用，都喜欢打着别人的幌子吓人。江州韩氏总裁韩志成，是我。怎么了？今天来找的就是你。不必客气，有什么事儿就说吧。虽然我江州韩氏不过小家族，但扛得住大山，还不怕你复仇会。很好，那我就跟你好好聊聊。不过我不喜欢你这种趾高气扬的方式跟我说话，我得跟你换一种方式。是吗？你想要什么方式？我要你跪着跟我说话。笑话，我韩志成也算人上之人，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我跟你跪着说话？就是一个连脸都遮住不敢见人的人，也有资格到我韩氏嚣张。你觉得我没有资格？那我就让你看看，卧底可以动手了，卧底可以动手了。田老，你干什么？小子，你敢反水，想死是吧？我说过，你们还没有与我抗衡的力量。原来你是复仇会的人。我是谁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这里，你将毁于一旦。很好，把韩志成带过来，给我跪下。走。真没想到，不可一世的韩总也有穷途末路的这天。是的，我现在落在你手里了，你该告诉我，你与我韩家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要让你复仇会远道而来和我鱼死网破。我说了，我喜欢你跪着跟我说话，跪下。行，我跪。我跟你说，我韩家在江州可也是有钱有势的，如今更是与上官家联姻，强强联手。要是敢动我爸，我必不惜一切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对你爸还真不错，但是你为什么要禽兽不？你说什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才杀了你妈呢！我说，你为什么要杀你妈？看来你还是喜欢装出一副高贵大小姐的样子，不承认你的心肠狠毒，亲手弑母。我警告你，你不要在这里嚼舌根，坏我名声。整个江州人都知道，我妈死于意外，跟我可没有关系。就是，你跟我韩家有什么恩怨，尽管冲着我来，不要污蔑我女儿。还真是父女情深啊！可惜的是呢，今天你再怎样，也保不住你这个乖女儿了呀。不管你是谁，赶紧放开我爸，否则马上不治安就抓你了。敢？那我给你看样东西吧。子怡，在，小姐。那张照片给我。大家能看得见这张照片拍的什么吗？一个女儿正将她亲爱的妈妈推下悬崖。看见那个将自己亲生母亲推下悬崖的凶手是谁了吗？我怎么觉得她跟韩大小姐长得一模一样？不是我，不是你，怕什么？我一个善良的女孩子，你用这种事来陷害我，能不怕吗？我陷害你？你们看着这张照片，是我陷害他们。他母亲半个身子摔下悬崖，他推出去的手还没收回来。行了，你不要在这里栽赃我了。天下一模一样的人多的是，这个人只是跟我长得像，凭什么说是我？是的，我相信，这绝不是我宝贝。真的吗，亲爱的？你相信我吗？我当然相信你。他是复仇会的人，众所周知，复仇会擅长各种卑鄙无耻下流的手段。栽赃陷害一个人又算什么？不然，我随随便便就能揭穿他的破绽。是吗？亲爱的，你看出他的破绽了吗？那赶紧揭穿他，打他的脸。行，
请问这张照片是你的是吧？是的，怎么了？请问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女儿对母亲的谋杀，你是怎么有这张照片的？难道凶手杀人还喊你拍照？哦，我明白了，他是故意找人摆拍，然后拍张照片来栽赃我。你们复仇会的人还真是心肠狠毒。韩菲菲，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心……韩菲菲，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是要我拿更多的证据出来吗？更多的证据？少在这里吓我了！你这种摆拍出来栽赃我的东西根本不管用。很好，那我就把你最凶狠可憎面目公诸天下，让世人都看看你憎恶的嘴脸。子怡，在，直接把这段视频放出来吧。大屏，直接放视频，大家都看清楚吧。好戏开始，让大家看看名满江州的第一美女韩大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妈，菲儿，怎么了？妈妈，你今天有空吗？有什么事儿吗？我今天想去爬山，没有伴儿，想你陪我，可以吗？可以呀，我女儿想爬山，我肯定陪呀。那走吧。啊，终于到山顶了，太畅快了！妈，你累了吧？还行，没事儿。山顶的风景好美啊！妈，你过那边去站着，我给你拍张照。拍什么照啊？我不喜欢拍照。你是真跟不上时代，到此一游，怎么都得留点纪念啊！我先给你拍了，等下你也给我拍，赶紧去吧，我给你拍。摆好姿势哦，妈妈。这样挺好，挺好，好看啊！别动，去死吧！好看啊！别动，去死吧！真以为我想跟你爬山，想给你拍照呢，做你的白日梦吧。怎么样，韩大小姐？现在你还认为是让人摆拍栽赃陷害吗？那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你问问在场人，那是谁？没看见第一个镜头，就是在韩府门口。你妈不是意外失足掉下去的，是你推下去的。不是我推的，那不是我。你不承认，那要我报警，让治安叔叔来抓你取证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凭什么要害我？跪下，我告诉你真相。不，我可是韩家大小姐，长官家的媳妇，这见不得人的，有什么资格让我跪？对，不要管他，就算是你干的又怎样？我上官家有的是势力，给你摆平。你别想用这个来威胁我的女人。上官家族还真是强横，连人命的事儿都能摆平。你以为呢？你以为呢？这里是江州，没听过民间说法吗？江州乱不乱，上官说了算。很好，你既要与我斗强，我今日便与你斗了看看，谁给我打断他的腿，让他跪在我面前。我来，打狠一点。是。保镖呢？呼叫！宝贝，别怕。亲爱的，他敢污蔑我，帮我杀了这贱人。放心吧，在江州上官家的地盘上，他是龙也得给我盘着。给我上！
别过来，别过来，我爸会杀了你的。我上官家族蝼蚁而已。小姐，怎么处置？打断他一条腿，让他另一条腿跪在我面前说话。是。韩叔叔，卧底，你的卧底呢？不许动！小姐，不许动！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怎么，你还真以为他是你的卧底，会听你使唤灭我韩家？你在给我演苦肉计？是的，将计就计。不可能，不可能！你觉得有什么不可能？我调查了，你和韩家并无渊源，是应聘才进去的。你在韩家的工资不过年薪3万，我直接给你100万，你不至于愚蠢到帮韩家反过来对付我。世事总有意外。什么意外？我欠韩家一份恩情，这份恩情不是钱所能解决。怎么样？我韩家没你想的那么容易对付吧？赶紧放开小姐，否则你们都得死！事到如今，还敢如此强横？赶紧让你下面的人都缴械投降，否则就杀了你！我可以死，但绝不会让我的人下跪而苟活。这个贱人，竟然想杀我！我杀了你！你在找死！你在找死！去救我！你干什么？赶紧放开我老公，不然杀了你主子！子怡，先放开他吧。谁敢伤害我家小姐，我杀谁！不急着杀人，游戏才刚刚开始。现在，你可以说说，你和我韩家有什么恩怨了吧？韩志成，你追杀自己妻女，让他们掉下悬崖的事，你还记得吗？你是谁？你怎么知道？你觉得我还能是谁？那个你带人追我的晚上，这么多年，我可是没齿难忘。不可能！难道你是瑶瑶？你总算想起来了。不可能，她绝不可能是我姐！你真的是不可能，不可能！那么高的悬崖掉下去，怎么会不死？你肯定是冒充的，你肯定是冒充的！我是冒充，我是冒充的。那你要我当众说出你要为何要杀我的秘密吗？啊！韩志成居然杀了他！你别胡说！你是自己掉下悬崖的，不是我杀的！我自己掉下悬崖？你觉得我会自己掉下悬崖吗？有人相信吗？为什么不信？你妈偷了家里的东西，带走你逃跑，跑得慌乱就掉下悬崖了。我还去找过，没有找到尸体。原来你还活着！韩志成，你还真是卑鄙的，说谎都不脸红。我妈偷东西逃跑，那你怎么知道她掉下悬崖的？我听说的，不可以吗？就是韩瑶，你不要在这里冤枉罢了。你和妈出事之后，最难受的就是她，她还哭了。果真你们才是父女，难怪当初她要抽我的骨髓救你的命。她可是真的用命在疼你。你真的是瑶瑶？现在不怀疑了是吧？那你可以当众认罪了。认什么罪？你们是自己掉下悬崖，又不是我推的。确实不是你推的，但如果不是你要用我的骨髓救我妹妹，逼得我妈带着我逃跑，你带人追上来，我们会掉下悬崖吗？这怪不得我，当时菲菲白血病，必须要适配的骨髓救命，只有你的可以。
整个家族都喜欢菲菲，觉得她聪明，能为家族昌盛。所以，你们觉得就可以剥夺我的幸福，我的人生？那是你的命，怨不得；那是你的命，怨不得别人。譬如今日，你还是落到我手里，也是你的命。我落到你手里，你真当你杀得了我？你已在我刀下，难道我杀不了？不过当年的事，我确实也有愧疚，虽是无从选择，但也是因我造成。所以，只要今日你愿意认错，放弃与韩家的仇恨，我愿放你一条生路。不能放，绝不能放！为什么？放虎归山的道理，爸你不懂吗？他此番回来可是要灭我们韩家的。今日此地，只有你死我活，怎么能放？他为何如此的心狠手辣？全不是小时候的善良啊！他和傅愁慧这个好像双胞胎，会不会？就是，他可是复仇会的人，如果我们放了他，他必会无休无止的来复仇。也是这个理。命运弄人，就怪不得我了。你们敢？小姐的干爹可是黑暗之王。什么？他干爹是黑暗之王？你在吹什么牛？黑暗之王可是海外的传说，跟他有屁的关系？就是，以为说黑暗之王就能下得了我们？箭在弦上，覆水难收，动手吧。是的，动手吧！你干什么？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想先了解个清楚。什么事儿？我一直以为当年买包子送给我的那个小女孩是她，但她说她没记忆，我以为是她忘记了，但现在才发现，她居然还有个双胞胎姐姐。所以，我想知道，当年那个买包子给我的小女孩到底是谁？就是菲菲，她确实是忘记了。菲菲，你仔细想想。是我，就是我。我想起来了。你想起来了？那你再说说，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你要买包子送给我？谁记得这么清楚？我记得你当时很饿，所以我就买了包子送给你。胡说八道！你记得吗？什么买包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看吧，根本就不可能是他，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一年你才几岁？和你爸一起，看见一个小男孩，买了很多包子给他吃。你仔细想想，有没有这么回事？小朋友，拿着吃吧。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你就是那个小男孩？是的，我就是当年那个小男孩。别信他，他是想你放过他，在冒充。你住嘴！那你记得起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你要买包子送给我吗？当时好像是你很饿，自己去拿包子吃，被老板抓住了。我刚好遇见，就让我爸拿钱给你买了包子。是你，果然是你！果然，当年那个买包子温暖了我很多年的人是你。我竟认错了人，差点铸成大错。所以，你以为是韩非帮了你，你来报恩才帮他们对付我？是的，我一直以为是他帮了我，我忍受着他的烂脾气，想还恩情，才答应帮他们反过来算计你。没想，你才是那个帮我的女孩。那你现在可以站我一起。韩家为富不仁，嘴脸丑恶，今日我便是回来清算他们的。就凭有个小保镖帮你，你就狂妄无知成这样了吗？小保镖，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个小保镖的能量让你一生都望尘莫及。呵呵，吹什么牛呢？你拿着几千块的月薪也有能量，还是看看我男人吧，上官家族的大少，帅气多金。亲爱的，你说是吧？赶紧拿出上官家族的势力，碾碎他。放心吧，在江州得罪我上官家，
今日绝不会给他们活路。我马上给我爸打电话，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实力。爸，你来了，赶紧帮我呀！他们打我。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我上官飞龙的儿子？就是他，还有他。他们是什么人？一个是复仇会的成员，一个只是韩家的保镖。什么？韩家的保镖，竟然也敢对你动手？韩志成，你是想毁灭吗？不是啊，上官家主，我是帮杰少的，我也是受害者啊。是的，这个不能怪韩家主，是他家这小保镖目中无人，自己作死。是的，他妄想追求我，被我拒绝，就恼羞成怒，总想着坏事。我妄想追求你，你也不找镜子照照自己。如果不是以为你是当年送包子给我的女孩，你这种女的，我看都懒得多看一眼，还真把自己当根葱。够了！你这种普信男，我就算单身一辈子都不可能多看你一眼，自己去死吧！他自己死还不行，打了我上官飞龙的儿子，我今天必要让他万劫不复！飞鹰，快，立刻给我打断他的双腿，让他跪在我面前！是。子怡，拿下他。是。居然想用区区一个弱女子挡住我上官家族左膀右臂的骨灰级高手，真是天真。哼，他是不知道咱们上官家鼓舞突破的可怕吧？动手吧，解决他。你以为复仇会还是当年的风光呢？却不知道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日轮到我上官家族崛起。上官老贼，你不要得意，一人决战，岂能定势力强弱？定不了吗？你大概是还不知我上官家真正的强横，今日我就让你见见，开开眼界吧。飞鹰，把他给我杀了！不要慌，区区几个蝼蚁，不用在乎。小子，你说什么？我是蝼蚁？我说你是蝼蚁，已经高看你。宇宙之内，区区一个小家族也敢妄言杀伐，真是贻笑大方。岂有此理！竟然在我上官家族面前如此狂吠！今日我就将你和复仇会一起灭给你看！杀！好大的口气，敢灭我复仇会！好大的口气，敢灭我复仇会！干爹，你来了！听闻江州上官招兵买马，欲一统天下，想当然你不是他的对手。黑暗之王，好久不见，没想你已经坐上轮椅了。3灾6病，不过常态，有什么好奇怪？你坐轮椅我不奇怪，我倒是奇怪你，一个坐上轮椅的残废，还敢来江州与我上官为敌，你这是觉得活着痛苦，想死了吗？想当然，路都不能走，肯定是生不如死，想来找死了。韩志成，我掐指一算，韩家传承1000年，今日得灭在你手里了，你对不起你祖宗韩信。呵呵，今日有我韩家、上官家，还有张王赵吴4大家族，你区区一个日落西山的复仇会，有什么资格猖狂？你问我有什么资格狂是吧？谁出战？给我将此辽拿下！我来，敢动我老板，找死！
令黑王已灭。不过儿啊，不知道你狂从何起？你问我狂从何起是吧？那我就给你上点大菜了。张王赵吴四大家主在，可以发令启动全网势力，剿灭复仇会了。是，动手！什么？你想凭区区江州4个小家族全网剿灭复仇会？不用怀疑，你很快就能见证奇迹。上官家主已传达命令。很好，就等着庆功吧。不用担心，有我在，今日谁也动不了你。我知道你一片好心，但今日此地是生死局，你不适合卷入进来。不，越是生死局，我越要在你身边保护你。好吧，我跟你直说吧，我心里喜欢的有人，我不希望有其他男人离我很近，这是我对那个人的忠诚。是吗？那个人是谁？这就不是你应该知道的。行，今日我解决掉你的危机，还了当年你的一番真情，我便可以离开。上官飞龙，你让4大家族全网剿灭我复仇会的呢？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大概时间没到吧？你很着急吗？要不我帮你数3个数？1、2、3。你说什么？他说我们复仇会完了。干爹，怎么了？瞬息之间，复仇会36部分座全部遇袭，伤亡惨重。怎么可能？想不明白毫不起眼的几个江州小家族是如何一声令下就能全面覆灭复仇会的吗？那我来给你揭秘吧。3年前，我江州豪门就想问鼎天下，于是暗中布局，而且好巧不巧，我上官家竟然出现了一位武道奇才，18岁就修成玄境，20岁入昆仑，赢得武道顶礼膜拜，江湖人称我神，成立上武殿，并得到造神殿和教父大人赏识。至此，我上官家的势力已暗中触达全球，明白了吗？爸，你说真的吗？我哥就是大名鼎鼎的我神？老子还会撒谎吗？不是，这么牛逼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天天在外边惹是生非，我上官家还是个小家族，你已经遇神杀神了。要是让你知道你哥是武神，你不得反了天？哈哈哈哈！我哥竟然是武神，原来我上官家背靠上武殿，牛逼牛逼！这下可以把这些贱人全都给收拾了。你们不是要找我报仇的吗？报啊！报啊！不自量力，自取其辱！赶紧，上官叔叔，下令让他们都毁灭了吧！我看着他们多碍眼。可以，既然我儿媳妇有这个愿望，我马上满足你。爸爸威武，爸爸对我真是太好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您。行啊，黑暗之王，咱们的博弈你输了，该我送你上路了。皇师，各家主护卫都一起动手吧，灭复仇会，从此江州唯我独尊。等等，小瘪三儿还想干什么？他肯定是害怕了，想求饶。别饶他，就算他跪着磕头都不行。这种人无能还嚣张，就该死。别想多了，我也送你们个惊喜。小子，在弄什么玄虚？很快你就明白了。哼哼，我就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都把他给我看好了，今日在我的势力范围，绝不能让他给逃了。我得好好收拾他。让开，让开！哎，王主，你们立刻传我一道命令，
帮主请吩咐。立刻让帮中兄弟占领上官、韩以及张王赵吴4大家，并全城封杀其生意。领命。你说什么？你让几个乞丐去占领和封杀我江州6大豪门？我看见了什么？刚才是来的几个乞丐吗？亲爱的，你没看错，是来的几个乞丐，而且还喊他帮主。我看他是电视看多了吧，居然找几个乞丐来拉帮结派，还真以为自己是冯七公呢。你们不用在这里阴阳怪气，很快你就知道，这些你瞧不上眼的乞丐，能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来。行啊，我等着看你的乞丐兄弟能给我怎样的惊喜。此人真是有眼无珠，竟然用几个乞丐来羞辱我们几大家族。我建议立刻将其诛杀，以儆效尤。我赞同，我也赞同，我也赞同。请上官家主下令，我们一起诛杀这乞丐头子。杀了他吧，大快人心。杀！小子，你看见了，你无限作死，已经犯了众怒，怪不得我要下令将你就地正法了。各大家主和护卫何在？此贼犯我江州豪门，听我号令，立即将其诛杀。谁敢动了试试？复仇会全体准备，谁敢动，就跟他们拼了！不用慌，他们还动不了，还在装。真当你这区区几人就能挡住我几大豪门的绝杀？给我杀！等等，我先接个电话。喂？什么？你说真的吗？啊，怎么了？上官家族被上千名乞丐包围占领，上官家族的所有门面、商场以及生意均被密令封杀。什么？怎么可能？江州有这么多乞丐吗？不至于吧？我可很少在江州见到乞丐啊。对呀。什么？啊！韩家被一群乞丐占领了。那些乞丐真是你找的？我做事从不用质疑，我说是就是。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能叫到那么多乞丐？还用说吗？肯定是走街串巷的流浪乞丐，年长月久结识的呗。我想起来了，难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丐王？什么丐王？就是那个西北赈灾散尽家财的神秘丐王。就算他真是那位丐王，我也只听说他是及时与宋公明一样仗义豪爽，没听说他有什么实力啊。听没听说？我实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江州6大豪门已废，无力回天。什么？你真的是丐王大人？这不重要，无论我是谁，也在弹指间镇压了6大豪门。重要，这重要。你是不是丐王大人？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小姐最崇拜的就是丐王大人，并且发誓此生非丐王大人不嫁。是吗？虽为丐王，却身无长物，孑然一身。你为什么发誓要嫁给一个乞丐？钱财不过身外之物，迷人的是魅力。丐王大人富甲天下，但西北灾情，他捐出全部身家，我觉得他是真英雄。看来你还是一如那年的善良。所以，您真的是丐王大人吗？不可能，他不可能是丐王。为什么？他若是丐王，愿散尽家财而赈灾，却又为何为了区区碎银几两来我家做保镖？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丐王，您真的是丐王大人？是的，如假包换。
真是太好了！这几年我到处找您，没想在这里遇见。看来这是你们的缘分到了。干爹，如果今天咱们能从这里活着出去，我亲自给你们主持婚礼。盖王大人，你愿意吗？我早发过誓，要娶那个送我包子的女孩。她既是，我当然愿意。不过，得让我先把今天这里这些人处理了再说。上官家主，现在我们该如何应对？是啊，没想到他竟然能指挥这么多乞丐，咱们得想个法子才行。不要提，区一个丐帮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忘了，上官家还有王牌呢。王牌？什么王牌啊？我都说了，我大儿子乃是上武店主，号武神，背靠灶神殿教父。他区一个丐王，有什么本事跟我斗？对，我倒忘了这茬。若是武神出面，完全可以镇压丐王了。丐王，我现在命令你立刻解除丐帮对我6大豪门的限制，并投降于我，一起消灭复仇会。我还可以让武神饶你不死，否则你与丐帮必灰飞烟灭。武神上官九剑，你喊他来灭我试试？可是你自找的，怪不得我了。好，你赶紧，我等你。臭乞丐，我等着，等我大儿子武神归来，必将你挫骨扬灰。可以，我等他，但让我等有个规矩。什么规矩？给我跪着，慢慢等。什么？你让我跪？你是疯了吗？既然你觉得我疯了，那我就干点疯了的事，你看。龙圈，在，让他们都给我跪着，等那个什么武神来。是。赶紧给我拦着他，废了他！都给我跪下！跪下！我跪下！跪下！我跪下！怎么，要我动手吗？我们可也是有身份的人，你别太过分了。在秦先生面前，你有什么身份？都跪下！你站起来。啊！那年你带着你女儿，虽然是你女儿要给我买包子，但是你付的钱。今天我还你个人情，不杀你，不对付你，可以自己走。啊，真的吗？我说话算话。行，我走。他让你走，我可没让。你想干什么？当年你为了治韩非的白血病，竟要抽我骨髓，我妈带着我逃亡，被你追来，双坠崖。这笔账我得跟你算。我说了，当年要你骨髓是整个家族的意思，怪不得我。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天我也不要人帮忙，就你我解决就行，谁生谁死，再不相欠。你说真的？你不要人帮忙？是的，不要人帮忙，就当是家事，按照家事解决吧。行，既然你非要跟我你死我活，那就来吧。阿瑶，不要为我担心，我背负仇恨10多年，也不是吃素的。好吧，韩志成是八卦掌高手，你自己小心。会的。去死吧！爸，既生我，何弃我？你们母女出事之后，我就后悔了，所以后面把你妈找回来之后，我一直没有亏待过她。你以为一个人犯了罪，不过是忏悔，
就值得原谅。你想怎么样？我可是你爸，难道你真要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我的确不会杀你，但很可惜，我为了回来跟你算账，几乎收集了你这些年疯狂敛财、为富不仁的所有证据。我可以亲手把你送上刑场，让法律终结你，也是一样。女尸在，将他和韩非都送去大牢吧。是。奸杀了老公，你赶紧救我！救我！放开他！我大哥来了会杀了你们的！再滚下，我杀了你！我大哥可是武神，他饶不了你们的！你是没有听过复仇会之母，还敢威胁我？先杀了你！你敢杀他试试？韩瑶，你敢动我上官家的人？儿子，你来了，赶紧救我们！这些人殴打我们，还要灭了上官家。爸，谁敢殴打你？好，就是他。丐王，算你眼还不瞎，岂有此理！就算你是丐王，也不过是一个乞丐头子，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摆谱？你知道我来头吗？上武殿，我神嘛，大夏武林100年以来的天才，你既知我名，还敢如此嚣张，是嫌自己命长吗？大哥，别和他废话，他逼我们全家跪下，给我打他！瓮中的鳖跑不了的，不急，我要慢慢玩死他。现在我给你个活命的机会，要么100年出一个天才不容易，我不想毁了你；100年出一个天才不容易，我不想毁了你。你最好迷途知返，自己滚。说什么？你不想毁了我？真是岂有此理！你都知道我是100年一遇的天才了，还敢如此放肆！看来我今天不弄死你，显不得我本事。武将何在？武神，这种蝼蚁不配我亲自出手。你带我打断他双手双脚，让他知道什么叫厉害。是。啊，罡气变身是化境，这可是能飞花摘叶的境界了！打死他！给我打死他！无知蝼蚁！啊！他至少已是化境巅峰，你不是对手，让我来。御剑之术，他居然修成了上乘心法！心法太可怕了！上乘心法是可以意念杀人的境界吗？当然，上乘心法一念之间摧枯拉朽。来，你也拿个武器。杀一只蝼蚁，还用什么武器？念头通达，一念之间而已。他这是以气御剑，真正的上乘武学，不是闹着玩的。你别轻敌了，丐王大人。没事的，若连区区一个100年天才都解决不了，那我拿什么跑？太狂了！就让你尝尝我9剑诛仙的滋味吧。大虚身法。师傅，什么叫大虚身法？内气至高境界，遇见杀气，可以随心所欲而避开，不伤分毫。儿子，哥，到底是人是鬼？我不是人，也不是鬼，也是天才。只不过你是100年一见的天才，而我是10000年一见的天才。你师父教你武学的时候，难道没教你武德？家人为恶，你还为虎作伥。我师父，对，我师父可是昆仑仙人，受到造神殿教父庇佑。你动我，可是招惹造神殿。就算你是丐帮之主，也绝非造神殿之敌。那你可知我的真实身份是谁？是谁？你刚才已经说了我就是造神殿之主，世人称我为教父。不可能，
教父乃是当时最伟大的天才，为大夏镇守海外。你算个什么东西？连教父大人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也敢冒充？就是他敢冒充教父大人，就是死罪。这下正好以此罪名，请灶神殿出手诛杀他了。对，赶紧请灶神殿出手吧，任他三头六臂，灶神殿出手，他必死无葬身之地。真是一群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作死鬼。行，我今天就给你们个机会，把灶神殿请出来诛杀我看看吧。可是你说的，不要后悔。我教父一生行事只问心情，从不后悔。师傅吗？这里有人仗着自己身手不凡，打伤了我，还冒充教父大人。你赶紧报告灶神殿前来诛杀他吧。好，好，好，我等你。小子，你等着，我师傅马上就御剑飞行而来，请你到灶神殿问罪。这下你死定了！呵呵，死到临头还在妄想，你很快就会发现，你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信过我的话。盖王大人，这玩笑开不得。教父大人那可是比肩世界的传奇，比您更传说，是真不能冒充的。是的，就不说那教父了，但是那昆仑仙人镇守昆仑数十年，一身道法，门徒3000，全是身手高强之辈。丐帮再人多势众，也绝非其敌。你还是赶紧先走，避上一避吧。别想避了，普天之下皆是灶神殿和昆仑势力，你今日冒充教父大人，必死无疑，插翅难逃。别听他的，你赶紧走到深山里去，灶神殿也未必找得到。我都说了，我就是教父。今日这里，一为我惩奸除恶，二为娶你回家，双喜临门，我为何要躲？盖王大人，你真别开玩笑了，性命攸关啊！等灶神殿的一来，你想走就走不了了。是的，小伙子，你的勇气可嘉，但胳膊是看不过大腿的。当世最恐怖之人，莫过于教父。那可是在金钱、权力、武道、人脉都登峰造极，10个你也不如他弹指一击。你还是赶紧走吧。龙雀，他们都不信我，你告诉他们我是谁吧。您当然是教父大人。听见了吗？我就是教父。胡说八道！你要是教父，会隐姓埋名到我们家当保镖吗？你就是当乞丐久了，想到我们家坑蒙拐骗钱财。教父大人才不会像你这么不要脸。没事儿，让他冒充，让他继续冒充。等灶神殿的人来了，他自然就知道怎么死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教父大人，要我立马传灶神卫前来惩戒他们吗？既是一些蝼蚁，何须兴师动众？我先看看他们喊来的强者再说吧。是，真是一身好演技，不去当影帝都可惜。没事儿，等下我师傅来了，还有灶神殿10万强者的怒火，他就知道后果了。你赶紧催催你师傅吧，我等不及要开杀戒。不用催，我来了。师傅，救我！你可是化境的高手，修过我昆仑御剑术，谁能把你打成这样？就是他，他的修为比我还强。他是谁？他就是丐王，什么丐帮的帮主。丐王？老夫只听说过教父，没听说过什么丐王。仗着自己有些修为，欺负我昆仑门人是吧？对了，他还怂恿那些乞丐攻占我江州豪门，影响我豪门的生意，还请仙人出手制裁丐帮，还我豪门荣光。什么？他还调动乞丐围攻豪门？是的，简直肆意妄为，人神共愤。还请师傅请出灶神殿，镇压这帮乞丐。好，我这就给灶神殿南省总舵主虎尊大人打电话，立刻让他们解决那些围攻豪门的乞丐。谢仙人，谢仙人。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虎尊大人吧，我这里有点事，可能得麻烦你一下。什么？丐帮围攻江州豪门，还挑衅我灶神殿，岂有此理！你等着吧，
我立马调人清除他们。师傅，怎么样？这还用说吗？虎尊大人听说之后勃然大怒，立马清除丐帮。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仙人。小子，这下你死定了，不吹牛了吧？我看你们高兴的太早了。龙雀，立马打电话给虎尊，让他停止对丐帮的命令，滚到这里来见我。是。小子，你我刚才听见了什么？你给虎尊大人下命令？小子，你我刚才听见了什么？你给虎尊大人下命令？他是疯了吧？虎尊大人可是造神殿元老，教父大人手下4大天王之一，除了教父大人，谁见他不得低头？他竟敢说对虎尊大人下令！看来他是演戏演的自己都入迷了，分不清戏里戏外了。丐王大人，你这样会给自己惹下大祸的。一会儿你就知道我到底是谁。不会你真的是教父大人吧？还不会是真的？你在做梦吗？教父大人乃是全球财富、权力、人脉和武修都登峰造极的男人，他会看得上你一个脸上还有疤的女人？就是，之前还对我死缠烂打，一看就知道乞丐的身份就符合他。你这嘴是真贱，等下我就给你打烂！够了，不要在这里自以为是了。仙人都来帮我们，还在这里大言不惭，恳请仙人出手，惩罚这个冒充教父大人的狂徒。恳请仙人出手。很好，既然是众望所归，那我就为民除害，废除这个武林败类的功夫。怎么样？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你在昆仑修行，不该入这红尘的。岂有此理！你什么资格？你配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教父大人，你告知虎尊，他立马会往这边赶来。行，正好，这昆仑老头要跟我动手，我觉得他不配，还是你来吧。行，正好，这昆仑老头要跟我动手，我觉得他不配，还是你来吧。是。岂有此理！你让一个小女孩跟我打，你是在羞辱老夫吗？太可恨了，师傅！今日不废死狂徒，我昆仑颜面何存呢？放心吧，我难得下一次山，既然来了，就要把这些牛鬼蛇神都收拾个干净。那么多废话，动手吧。看我拿你！金钟罩是刀枪不入的金钟罩。已解决。师傅，你怎么样？师傅，你怎么样？不可能，不可能！老夫100年修行，90年童子功，怎么可能败给一个女人？现在，你可服气？你得意什么？我们背后还有造神殿，还有教父和虎尊大人。对对对，我们还有造神殿和虎尊大人。我马上给虎尊大人打电话。不用打，我来了。啊，虎尊大人，拜见虎尊大人，拜见虎尊大人。岂有此理！见着虎尊大人都不下跪，求虎尊大人立刻将其诛杀。对，他冒充教父大人，还对虎尊大人不敬，请求立刻将其诛杀。赶紧拜见虎尊大人。我拜见他，他受得起吗？虎尊大人，此子狂悖，害乞丐围攻豪门，还挑衅造神殿，冒充教父大人，请虎尊大人立刻将其降服抓捕吧！请虎尊大人将其降服抓捕。你们说他冒充教父大人，让我将其降服抓捕？是。瞎了你的狗眼，让我抓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呀？造神殿下，南省舵主虎尊拜见教父大人。拜见教父大人。造神殿下，南省舵主虎尊拜见教父大人。
拜见教父大人。什么？他真的是教父大人？不可能吧？他明明是丐帮帮主，怎么会是享誉全球、无与伦比的教父大人？对呀，不是说教父大人在镇守海外吗？怎么会在我们小小的江州？放肆！教父大人身在何处，想干什么，是你能揣摩的吗？昆仑仙人有眼无珠，冲撞了教父大人，求教父大人恕罪。记得我说过吗？你修行不易，不要入这红尘张牙舞爪。你不听，就是罪有应得。我错了，我错了，求教父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你是没听说过吗？我从不给恶人机会。虎尊，哎，教父大人，回老子被他人督二脉，溜回昆仑山中去。是，致敬。我错了，教父大人饶命啊！请教父大人示下，如何处置？既是为富不仁，为恶一方，便封杀生意，清除家产，打入黑暗监狱，终生反省吧。不要啊，教父大人，我愿将小女许配给你。对，我愿意嫁给教父大人。对，我愿意嫁给教父大人。嫁给我，你也配？滚，带下去，全都带下去。等等，你还有什么事吗？当年他们逼得我和我妈跳崖，我九死一生，脸上至今有疤。后来我妈被他们找回来，结果他们又再次把她推下悬崖，此仇不报，枉为人。这是著名的鹤毒。希望给他们喝下去后，葬在我妈的坟旁，永生永世为我妈忏悔。可以，那就照做。带下去，执行。带走。你受苦了，以后有我在，一定会护你周全，让你做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怎么，教父大人，你不嫌弃我脸上的疤痕吗？你傻啊，面相再美也不如心里美，何况你一点都不丑，你脸上这疤痕我也能完全替你消除。是吗？这么大的疤痕也能消除吗？你忘记我是教父了？科技、金融、医疗各领域的教父，区区一点疤痕，有什么难？那真是太好了。看来好心终有好报，老头子我就在这里祝你们百年好合吧。谢谢干爹。走吧，去找地方，我帮你消除疤痕。哦，教父